阿妹，输的会惊无？唔是惊，唔是惊，安尼伊都可以闲闲停留顿，唔会分封闭走呗。哈尼白爱太的输的还会体验无？唔惊诶，过几日是会好起来哦。妈，下面爱对嘴睫毛当个红的姜条，面再好来一些，再好来一些，身体够好背啊，搓毛痛就安尼。哦，安厉害哦，会用电脑视讯的哦。我是欠栽培，之前啊，我都新做过好个时节啊，该老师啊讲我哦，真聪明呢。啊错啦，啊基本嘅水果你有接到冇？还冇啦，我出去买就有的啊，加上运费没贵咩。怪呢，他不也是基础医啊，用道理啊还冇输到呢。佢地波度啊，有4包莲雾，3包灵果，还有2包妈妈做的肉丝的呢。还有啊，因为该摆煮的薯条的啊，该爽口吼，道理啊还冇好诶。啊，不过吼，最近啊，有一对父爱的啊，该中标呢。一听竟然有好事哦。你别来讲话，本人谈吐怪奇怪，我还得冇啊。拜拜。快些啊，阿姨，快些啊！我是冇关系啦。哦，那个技术有生命的呢，会痛的。你讲，我们那赛，对不起啦。ごめんなさい。好可怜哦。
包的水饺哦。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啊？谢谢阿姨哦，不好意思，我被调到屏东万峦了耶。怎么会调那么远去呢？阿姨，我已经交代我的同事慧君，她人很好，你都可以找她帮忙的。但是我每一次去找他，他很忙很忙哎。那阿姨，我跟你说，你坐那个208公车就可以直接到医院了。哎呀，好，我会再提醒慧君。啊，好，阿姨，那你记得要做运动哦。好，先这样子好，拜拜。你好，我们新开的店有免费赠品哦，欢迎来看看，谢谢。不好意思，我们新开的店，你参考看看，欢迎来，多吃啊。我们新开的店，欢迎来看哦，多吃啊。开始，阿哥，那个万金怎么走？万金哦，万金都对呀，安尼向东边，呀，按照东边向落山啊。哦，多虾多虾。好。这是我们新开的店，欢迎来看看。好啦，有万人去哈。快使。唔，叫佢唔食，買多都冇用。喂，你要買乜嘢咯？凯高后，我可以下来一起洗衣服吗？你对哪来呀？我从台北来，我来这边开店，我叫于轩。从他成都人家的，那伊嘛个生意会做呢。这边洗衣服很方便哈。按脱哦，该水流出去，挨输的石头影响个啥？因为顾唔好，那会顾啊输的好去咯，让我看看咯。阿姨，你放心，这是纯天然的，轻轻的揉一揉。哦，下拍掉。不用这么费力，对不对？电子呢？这样就可以了。你有时要有下拍掉哈。阿姨，对不起，挡到你了。哎呦，哎呀，阿姨小心哦，小心。阿姨可以吗？可以哈。是啊，冇诶，什么啊？加来玩叫神梦啊神梦。我冇同讲神梦，只有同讲倒车啦。阿姨，你住哪里呀？晚一点我拿酸痛贴布给你。我们开幕期间有免费赠品呢。俺头都讲嘛，个唔是钱的呀。阿贝，来我们店里看看哦。好。喂，Jessica，台北有下雨吗？天气很好。那你可以带爸爸去公园做操喽。
你记得帮他穿新买的那双蓝色球鞋，他喜欢蓝色，应该就愿意多动一动了。好。轩轩，爸爸前天又开始常常一直问我，为什么不赶快去看书，还说要叫我带他去医院找妈妈。Jessica，那你给爸爸听一下。好，好，轩轩。是谁在唱歌呀？爸爸，我在万峦出差。爸爸，我下礼拜就回去看你喽。那你们下楼梯小心一点哦。爸爸，我下礼拜就回去看你了，你要乖乖哦。好。阿姨，原来我们是邻居哎。阿姨，等一下哦。哎，这阿妹啊，该莫乱拖。阿姨，我叫于轩啦。我听装潢师傅说，阿姨疼植物就像疼小孩哎。千万莫乱讲吼。阿姨，人家国外真的有研究说，植物真的是有感觉的哦。啊，你对它好，它就会很开心哦。阿姨，那我先去忙喽。怎么没有带孙子来？欢迎，我们快开始了哈！啊，我们往里面走哦哈！谢谢阿妈哦。欢迎哦！阿琴妹。啊，对对对，我们在里面，谢谢，欢迎。阿爸慢慢走哦，阿爸慢慢走。好棒哦！好，首先我同他个人介绍下哈，我係一個溫馨小站總公司的頭個社長哈，做個督察長哈。一間公司我同他個人介紹下，就講伊唔係為了賺錢，伊係為了我哋強情，他個人的身體健康，所以呢，公司特別先咧聽我哋啊屏東灣啦。6隊嘅社服都要來開張，開幕夜團期間哈，我哋我明月送西南摩諾，就是我們的正品本塔個，明月都冇空樣，我哋呢正品親哈，有幾邊哈，帶第一水飼料好冇？好，繼續我介紹我哋一個點嘅方嘅溫馨小站嘅工作人員來同他個人認識哈，來那個來於先小心小慧，來我們到這邊來哈，停一下了哈。好，他跟你看到呀，上面什麼？拍出好嗎？来哦，阿姨，我们在气球上签名。以后你每天抬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微笑气球在对你微笑哦。欢迎阿姨来排队签名。来签名啊！
阿姨，我那安姨有孙子呢，连孙呢孙女呢拢都是母啊，都是不是孙女都是母。好，没问题。所以阿姨要酸痛贴布，还有酵素的试用品，对吗？好。阿姨，今不你哦已经送青豆了呀，下次你介绍多一点人，我们才送多一点给你哈。没关系，阿姨，没关系。小朋友现在不舒服，我们再跟公司报备。阿姨，你等一下哈。好。小慧，你帮我给这位阿姨酸痛贴布，还有酵素的试用品。好，阿姨，来，我们签名哦哈。谢谢。来。谢谢所有乡亲的支持，我们的微笑气球要升空了。双空高兴。安尼8、5样都好啦。啊，8、5哦。嗯。哎，你阿嘛甲你庄家的，你要错唔错嘛？唔会啦。哇！快点了，好棒哟！哦。老板，健康人身体健康的哦，用我药好哟，皮草粉好哟，也买阿姨买东西也有送的，哎呀有送的呢。无安尼套利啦，便宜无好的啦。看讲伊话又够好哟，唔怎看啊？不你骗呢？啊，所以那些按摩hand哦。迄啊。18个嘛。18嘞，因为哦，系啊，有两头啊，我种啊个时间嘢。你肚脐啦，种呀，种可能人个波呀，也公布哎呦，可能样。哦，什么啊？哎呀。肚脐啊！哎。你背去做嘛个呢？你背哦。嘿。妈妈唔定诶。哦，要紧送，人讲紧送东西啊，俺身体比洋洋真太。我讲你哋出来你对我骗人哦。呀，真难讲啊。哦。系啊。是保姆。阿姨，哎，你有好一点吗？有。多谢你。这个橄榄油送你。不是啦。不敢很味。没有，这本来就是要给乡亲的。阿姨橄榄油对身体很好哦。阿富巴吗？你要是哪一名啊？阿富巴这么有名，我当然知道你啊。没有。阿富巴，有空来店里坐坐。好，带一罐橄榄油回去。唔是啊，我现在就有卖，来点入红骨头。阿姨，我好喜欢你的花园呢。以前我们家阳台也都种满了花，我跟我妈还常幻想，如果有一天有自己的一块地，然后都种自己喜欢的花，那该有多好。阿姨，我先去忙了。阿姨，血压有降哦，很棒哦。昨天有没有运动？有。有哈，很棒。好，来，我帮你贴贴纸喽。我基本有介绍两个人呢，那加2点分数不爱哦。我到100点，哪有个不锈钢的呀？哦。阿姨喜欢那个不锈钢锅子。是呀，是呀，是呀。那要每天来哦。哦。那阿姨那个酵素试用品吃的怎么样？吃得改好哦，改顺办哦。连顺的都吃到讲改好哦。你肚子没有不舒服了？哇，很棒哎。
谢谢。还没也会不痛啊？腰酸背痛，哎，买得了就是啦。系哦。嘿，买得了是的，如果唔会痛呢。哦。迄风啊，我来买。刚才咩黑呀？昨雷梦大家腰酸背痛。不行，这样子大家一定要来动一动，光吃产品不够哦，要动一动。来，我们开始，2只手放在前面。阿姨也来，来，这个对平常腰酸背痛常常做是很棒的哦。左右左右左右。那个变得最年轻的那一位，就可以成为我们小站的代言人，然后还可以去我们瑞士的总公司参观。哦，那么好。想不想去瑞士？想。那就要配合我们的产品，然后多运动，知道吗？当然买哦。老师，阿姨要买产品啦。那阿姨来，我们来这边请哦。阿姨来这边看哦。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种产品，像这种酵素、甘定还有鱼油，包括你过来看哦，我们全部都是最天然的。对。手的那边歪，手的那边歪。好，手伸直。下来，还那只手。还觉得便宜啦，那么下坡哦。还咩唔知啊？我哋按东年呢下拢超过嘅。以前讲下礼拜啊，我请营养师来教我哋，用我是得个空餐个讲起来后吧。哎呀，唔是加地份啊，唔钱吼。哎咩唔知？家地迄家地份咧，喂，而家要爱行入去咯。可是我两个那有加地，迄无我偷偷做成品。以前我带我哋来佛冈山游览，你冲爱去嘛？天上有白云在飘，然后对面有很壮阔的山，山上有积雪，好舒服哦，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还记得你的梦想吗？我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都在想着家人，想着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疼爱的小孩，是不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小孩，其实也一样。希望你们不要为他们这么担忧，希望你们自己过得好，他们才会真的好。好，阿满姨把眼睛闭上。想好了就可以张开眼睛，跟我们分享你的梦想哦。啊，讲爱梦想啊吼，如果梦爱顺的顺的夹夹胎，俺爱留过夹如果做下胎，啊，可是个小说吼，年年18咯，吼，明月如同个长春的18岁样样，安尼吼。免嘛，跟中讲谈心。咁人讲要讲，好就讲。爱讲，你爱讲啊。好，现在我们请阿福爸来讲。我是希望我哋闽南乡啊，莫出现遐个诈骗集团，使得我哋闽南乡平平安安过路诶。
毋过伊点梦是点惊喜噶，因为讲诈骗集团啊。东西去噶吼，迄是大行去啊，无去做唔得。跟望下了，等于我做了钱的生意咯，系咪？你对银行有面试没有？对外去做冇错嘅。你都讲那佚佗的啊？啦。哎，阿福爸。阿婆，啊，你这个心叫唔免人顾落呀，安样冇介绍还面试咯。咁我拖睇下要卖人咯。唔咩啦。系咪来咩？阿莫要卖人。唔咩啦。阿爸，我是宇轩，是温馨小站的店长。哦。阿福爸醒了，要不要喝水？不要。阿福爸，你好棒哎，还可以栽培儿子当医生，我已经联络他了。我喊了我是受事情，鸟必定咯，哪来的吧？没有啦，是我一直拜托移民阿姨，她才给我的。好险你这次只是轻微的心肌梗塞哎，等你稳定下来，我们再去蜀立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哦。不是啦。哎，阿姨。坐，富贵啊，你好好冇？人讲哦，就是呐，好得了，医生容易急救呢，对啊。没有啦，我们只是常常服务年长的乡亲，有受过急救的训练。啊，唔讲吼，你来遐开店的啊，同啊都送很多东西本来乡亲啊，多少啊，我想想到。阿福个生日啦！贵发say，阿福爸，其实我们送的那些免费赠品，只是开幕期间的活动而已啦。哎，阿姨，爸爸等一下，轩轩打电话来，等一下。喂，轩轩。喂，Jessica，爸爸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吃饱了，我们正要下楼。哦，好，那你小心一点哦。好。妈妈在医院呢，等我们呢，我们要快一点。爸爸等一下。然后等一下种子放整齐，等一下它长出来的小花盆才会漂亮哦。这样子放，看我，看我，这样子放，不要把它倒着哦，要直直的站着，然后先放在4个角。啊，等一下哈，你们要在上面贴上自己的名字。等它长大之后，它会像这样子。哦，有比老师我讲的，有比老师讲的，哦，讲哦。让你安尼个好。长多白有中法哦，周四因为运通哦，为出幼稚園呢。每天點狀要日日貼喺上法啊，條班人哋都冇按嚟做。哦。哎仔。阿仔，哎仔啊，没关系，差一点点。阿福爸，你好像很不服气哈。来，我们让阿福爸试试。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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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眉开眼笑之后呢，就会花开富贵。好，来，1、2、3、4、5、6、7、8，1、2、3、4、5、6、7、8，很棒哦！觉得我们在画一个什么？对，像一个爱心，好棒哦！所以呢，眉开眼笑，花开富贵之后，就是心心相印。心心相印，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爱心送给对方，好，送给你们旁边的人，然后跟着一起做心心相印。好，转过身去，把你的爱心送给旁边的人。
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心心相印。要看到你们的笑容哦，看到牙齿，棒了，笑口常开才会很健康哦。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很棒很棒哦。喂，哦，假面日哦。本的东南部出差，回春晒几哦，安样哦。哦，好好好，安样做那些嘢么？应该会，今日就好，冇添麻烦。好好好好，好啦，好啦，我啲咧，我啲咧。阿兔啊，你拢爱看伊个，伊拢较强的木瓜哦，用两个都较稳钱嘿。亚明，过来没？嘿啊嘿啊。阿春啊，迄个人讲的最甜的梦里啊，来，叫落我推落去。好好好好。阿婆伊咪应该哦。阿婆啊，改到你就喊就开买东西。有啊，全部有嘞呀。好，什么什么。今天啊。哦，多谢啊。喂。哦，听我这个臭吹啦，司机的向的无通倒啊，黄记小几落的？啊，几岁八咯？娘咯？哦，安尼足够。哦，安样哦。哦，好啦好啦。不过呢，身体要顾好吼，要小心嘛哈。好，再会。阿姨这边有汤圆，阿姨这边有汤圆，好不好？好不好？没事，那我们一起吃汤圆，好不好？好啦。好，妈妈去买汤，妈妈马上就来了。好了，乖了，好了。好了，我看看妈妈在哪里哈。阿姨，阿姨，刚回来啊？我买了汤圆呢，要不要一起来吃？两个人一起吃比较好吃哎。无安样的啦，几下吼，你过来那条片吼，用啥强啊是安样好吗？好特别，里面还有小虾米，过以后吃。
你摕袂按挪啦。汤好香哎。该是我即个种的头，该薯条夹啊，开出来样底下嘛该洗。该是讲吼，同时长出来呀，会安样又通讲啊，又时总会洗咯。该是推表吼，足好啦。好神秘哦。你用袂上多会到台这个种了的种喏。我国3那一年呢，就在母亲节前4个月，我特地去买了康乃馨的种子来种。每天晚上，我把那个种子放在书桌前，一面准备联考，一面让种子延长它日照的时间，从它蹦出芽、生枝、开叶，我一路帮它加油，也帮我自己加油。后来在母亲节前夕，它真的开花了。虽然花有点小，不过还是让一直在医院的妈妈很开心。哦，也咩摸菜了。所以每次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我都会想起妈妈那天的笑容。而且我相信种子真的有听到我的加油。哦，难怪，你当你了这个笑眯眯。你的啊，还能有声音哦。阿姨要帮我介绍啊？好啊。吃饱没？吃。喂，你打给我啊？最近早晚比较凉，你和爸爸都要注意保暖哦。谢谢。我妈妈生病了，我想回去看她，可是我的钱又不够。好，你不要哭，我后天就回来了。好，谢谢萱萱。好，好，拜拜。将开启左侧车门，请车了后倒手离开。你查到正后按下右左邊嘅閘門。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hand side. 慢慢好。注意头哦。唔伫遐也读书诶，迄对一粒可可豆皮养出来诶。我带你看咩？阿青，唔怪厉害哦。遐道可可，拢同伊当做七开生也一样照顾暗号。唔通厉害，通讲有得奖诶啊，中幸咯。唔用要认哦。妈妈同我讲诶啊。
你係咪佢唔講嘅？哎呀，本來一日未會啊，嗬，早估到佢唔會啊。嗰個演員同我講，我要唱歌媽媽，啊媽媽都搞我啊，講一到書未會嗬，我要去關心你啦嗬。不但聽媽媽話嚟講，我要出去做嗰度記錄呢。阿青啊，娘嘅也先也記啊。啊，有人講，還些時間有一擺我掂到嘅花盆嚟，半攞刀嘅事啊，咪記得嗬？記得。係，今日媽媽要講一句話，講啊，哦，書嘅學要金過你。最近你往里当天哦。嗯，有吧？媽，哎，昨晡日阿富爸身邊聽到一個新聞，係乜人啊？哦，你講嘅係醫生啊？最近啲咧開間食店哦，佢係店員啊，店長哦，兼店員哦，係啊，佢嗬逐禮拜嗬，知影阿福叔啊，個睇醫人檢查呢。腹暗號。係啊，佢嗬對呢啲老人家真嗰種誒，真照顧。從頭嗬，我帶教呢啲老人家做體操，韓國心脈界養胃健康，哎呀人伢阿曼姨啊，老個阿福叔兩個人蠻寫緊呀。媽，佢應用喇叭就好咧，莫輕踩亂買東西。佢哋對老人家暗好，係唔係會睇下你買東西？咁講，我也知啦。我叫人來看時節吼，我落去檢查看咯吼。正經去識咧，該買藥哦，先有效果。阿妹吼，讓你摸到水果吼，幫你帶上台俾佢食。媽，唔是啦，按當嗌嘛是唔係啦。安尼台北做乜事？該偏凍又熱啦，你水果要多些，身體也會健康啦。乖乖，同媽媽講哈。阿姨。我從裡面來哦。乜嘢啊？你啲哦，我嚟看。阿姨。哦，醫生，你回轉來咯？阿姨。係啊。醫生同阿富爸做嘅深度檢查，有些怕擔心。哦，阿富爸來啊，係做醫生啊。不過我讓你聽講哦，你阿富爸吼自己健看醫生啊。是啊，可是醫生說他現在的情況最好馬上開刀。可是阿富爸他連躺都冇躺。哦，咁嚴重哦，難怪阿富冇人嚟講。媽，我喺佢特別。哎呦，我啷介紹吼，你係我來啦，家面啦，佢個店誒條個樣啦，醫生啦。你好。你好，我聽我媽最近常常提起你。阿姨也常跟我提起你。阿姨，那再麻煩你幫我多勸勸阿富爸。阿姨，那我先走了，拜拜。醫生啊，聽阿姨說你最近工作壓力特別大哎。你怎麼會想來這邊工作？其實公司是派我來的，不過來了以後也覺得蠻好的。你很厲害，連我媽都這麼相信你。我跟阿姨特別投緣。哦。
既然你对老人家这么有爱心，也还有其他的工作啊。妈，我有份塑料膜拿到去黄色的，唔看做个烘油膜。好，你等一下哦。睇你干咩？妈，唔係同你講過，我嚟檢討演戲。演戲，搞演戲。啊，錯，最日嘅。媽，看身體研究還唔係差，我就出去了。唔過去檢點就唔好再去啦。哦。安多尼啦吼，还有些练习呢，只是有好呢，新冠前唔慢了渣渣的呢。而小时候啊，使得身体改好，连神呢使得吼，拢都是过色呢，你看有冇？也欢喜嘛，跟喏哈，细心30天还要比你强咩？也欢喜嘛，跟喏。这两条衫裤啊，果然系新妇送来的。下礼拜啊，预先要等下人油啦。你看那条衫裤好看啊？你早干讲人唱咩？啊，可能是木马个毛病，我吓阿哥。以前你礼拜六等在量血压，得拿药给个6样，还一次上小数。因为啦，花多时间请男人的身房。又再男人来来去去，又冇拿男人的有钱，咁算你懂咯。要是看到男人的福包啊，因落家，是通说男人7折。安样咯，一样啊。我们礼拜同以前买的时节，小心都走来，讲全国的公司哦吼，卖家2罐都打8折啦。所以你哋冇乱卖，我本公司裁员，下次我被退钱。进来进讲啊，又变丑诶！你都几帮人拿来停退钱了，我本以前啊按快看。男人应该一多都一多，最后都8折去买。讲话要通小心讲，新开一点的啊，半年内冇卖好啊，总公司落来输点的啊。小树发芽，1、2、3、4，2、2、3、4，3、2、3、4，心心相印，1、2、3、4，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再一次哦。心相印。
是，你的手伸起来平衡，你会更好平衡哦。哈，试试看，试试看。香港研究的感觉呼吸，太过冇水时间，也系清好，也可以帮助睡眠。好玩了，好好玩哦！阿妈姨，好好玩，合法，你会讲？改好教啊，啦改好哪噶？哦，所以个小说哪两关不爱听？好啊。哎，等一下，宋白白黑是黑妞。哎，我讲起落个，强喊你拜无福。哎呦，唔是说摆咩，唔要变人来妈咩？阿姨，这个小说哦，嘛可以本声音的说哦，掠是日本严重，是限量的哦。秋月先吃呢，阳盆试用品。好啊，好啊，好啊。很厉害耶！讲啊，一讲小数，因为更加吼也成分同头摆无共样，也加改好，也1罐5000元，安尼吼更加犹太2罐8000，更加是限量的哦。阿福爸，福爸，哎呀，富诶，阿福爸，你为弄，来坐下来。脚不舒服啊？来，我看看。除非啊，天气哦，温度啊，涨到7度，我们交通过唔爽快。小慧，帮我拿那个酸痛喷剂来。福爸，我帮你喷一喷哈，看你走路那个样子。哦，真爽快呀！是1罐多钱啊1元。好，福爸，迷你喷1两花，这瓶送给你。永康那先。王师无人做生意用安尼做啊！我喷到无效，我拢唔爱啊；喷到有效，我好诶，我拢唔是买诶啊。囤钱3后来，去美国看儿子啦。哦，可惜啦。连牙不愿推广，这些都是农民辛苦的结晶。那些公司只买成果而已。既然总编都讲了，你就修修看吧。所以现在是怎样？生技公司在审稿。喂，你妈爱心又来了。大家自便吧。唔好要讲系实讲出哦。呢間公司啊，聽叫當台灣嘅人前度嘅建築，一唱係人插自殺喺王牌地咋，同人做形象，唔輕唔該啊，無論是無名。哎呦，酱菜提炼成膠囊嘞！上次。咁嘢，水果有收到嘛？你有没有搞弄啊？哦，迄个白点状本来试用品，唔收钱呢，甲迄健康的食品贵贵哦。真多人是都讲有效果，不是恶业咩？可以说。搞唔清楚东西，人家本唔就是。阿曼姨啊，食了吼，讲真有效果，所以我更加唔是钱，以后你就要聊太钱呢。爱情给你发钱出去了，这个点咩？唔好再去耶。医生啊，阿姨想会让你讲件事情哦。你千万莫让我休息哦嘿。你有奶喏？嘿，安样啦？去到老人家吼，我第一前照顾佢，还有逐摆去你店方买东西，你会送个到真品本机，
还有人去打折扣，啊，我也冇乜人买个东西啊。毋讲吼，我感觉啊，你店互我东西啊，实在有太贵啦。安样吼，你做点生意公司吼，反映一下么？有啊，其实一直都有跟总公司反映。哦。店长要罚自家钱，哪会两管销售比阮种菜的？因为倒安哦，拢做了钱的生意。阿福爸，你用会讲有他们生的？也是因为阿姨分的。等一下，我去看一下阿福爸的情况。上个月哦，我们是第5名哎。现在哦，跟这些乡亲越来越熟，我们反而退步了，奖金只剩下1半。我看哦，接下来就变成要关门了啦。小心，店长就是这样啦，所以他才会被人家调到乡下来啊。我们如果这样赚不到钱，存不到钱，是要怎么样才可以买房子呢？这种感觉我说不上来。我不是怀疑产品，我只是觉得说，看看可不可以更便宜一点。我去阿福伯那边一下。这样我们的服务是不用算钱吗？你迄最有营养的天然的哦。啊，阿妈呐，其实都讲真有效果哦。你呀，也夹夹好起来哦。阿姨。啊，医生啊，你用的钱都了回来。阿福爸告诉我的。我想来看那棵叫嘉明的树。哦，迄啦，那条树的啊，迄嘉明说是一啦，我两人向遐种的啦，救来吼，我说喊佢嘉明。毋过有一只双口吼，一切唔会好诶。我想啊，迄条台北的嘉明啊，也无好过。阿姨，有没有想过搬去台北跟嘉明住？哦，迄啲都市吼，我喺脚差唔多天来吼，真唔安心啦。我吼27号来在厝诶，向我啲俩，我就将俩奶都生出来营养。对体内生出来呢？哎呀。我医生人迄个俩，落来，老公啊照摕咧，生人俩从我工作，也就俩条数诶陪伴我啦。宋丈爷总编咪讲，一个主题冇人去看。假使讲南部的可可的故乡，没请好没？通讲啊，校长爷要发布第一届团的采样名单，唔好想唔开啊。我再试试看，啊。我来回去了。对了，788年了。
远红外线针头3万元，按几少人买？好用哦，就有人买啊。刚才讲有人喺外面买3万元的针头，我相信也骗人呢。啊，假使你阿妹水唔好，你会买冇？但是伊产品系新的呀。枕头的奖金哦，最高的，我会将日子哦逼归来。医生，我总爱去喊你，你来坐。阿姨吼，根本煮一百了吼，你最爱食的哦，该薯条排骨汤啊。等一下阿曼儿啊，老阿祖也会来，吼。阿姨对我们真好。那阿姨，我待会叫小新、小慧他们先来喝，因为我要带阿福伯去医院看报告。哦，安样哦。我回来再吃。好，你跟拿黑嘛该？阿姨，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你帮我试用看看这个枕头好不好用？哦，新产品哦。要几多钱啊？让我买啦。啊，不要，阿姨，这个枕头不便宜，我会再跟公司反映价钱。可是现在好用，唔做太价。我会跟公司反映它的价钱。哎呦，唔知啦，我让你买啦。不要，买啦，不要，阿姨你试用就好了，帮我试用就好了，不要买啊。哎呦，我讲过让你买呀。不可以，阿姨。江总，你听报。哦，好，你叫好，你当天吧。好。不要慌，什么时候？杂货店啊，他可能自己跑去买饮料了。这样子都没有带吗？鞋子也没有穿，怎么会这样子？好，没关系，不急，我们等一下。爸爸唔见了，做乜個要唔知？啊，停下啦！唔搶我過去啦！停下！停，點查！人家好搶我過去，停！同艾拉吼，佢有聯絡嘅，咱同艾拉參詳一下，講艾呢邊開刀嘅事情。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它的名称叫做失眠救星。这个失眠救星呢，是从德国高科技研发出来的，所以它在德国也获得了最高等级的 SQF2000的认证，包括像我们的 SGS 所有的认证，我们都有拿到，代表我们是全世界最有品质的产品。那我们这个产品可以帮助大家什么呢？以前迄办过来上下迄个最好，迄屏幕58楼台。上摆吼，以前若本来个粒枕头啊，
迄爱出甲外卖的。啊，多谢阿姨。那钱都2年算款。个伊咪就分得来买呢，啊个枕头钱又好啊，我又买2粒哦。阿姨，1粒3万，啊2粒6万哦。买枕头爽爽对对哈。那没来1粒吧？有分期吗？有阿婆婆，你可以先付1万定金，等到货都来之后，你再结清就可以了。还有啊，上次你试用那个喷剂啊，酸痛喷剂已经来了，你要不要顺便带2罐走？好啊。心心相印。那现在看自己的左手，哪边是左手？星星，看你的，不是看轩轩的。你的左手是哪里？这边。轩轩，爸爸又慢慢记得你了。放，爸爸看轩轩，心心相印。轩轩在哪里？轩轩在这里，我的乖女儿在这里哦。轩轩，爸爸慢慢记得你了。好棒哦，爸爸。轩轩。轩轩，这个是轩轩。轩轩。爸爸，我是轩轩啊。对呀。对呀。轩轩啊。来，那我们再一起来做哈。再来。你们店的会员很多啊，营业额怎么会这样子嘞？一直在往下滑。于轩，我知道你一直很在意、很关心客户，可是营业额都已经这样子了，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想办法把营业提高，保住你的工作？你这样子回来跟我反映售价高没有用嘛？可是经理，乡下都是老人，我们的价钱对他们来说真的太高了。那你跟公司借那50万付合一住宅的定金，要不赶快还？你跟我说过，你想让爸爸去住电梯大楼，这个承诺要不要实现？哎，这样就按讲就来了。系啊。點解哦？捱等佢團佢天命呢？下禮拜哦，捱等會團叔婆8枚頒獎，同時哦，還會同大家講，捱等嘅飯店哦會開工太緊呢。係啊，自從啊，伊咪阿姨啊，買一粒枕頭過後啊，哦，就聽到叔婆8枚談論嚟買呢，一天天我哋伊咪阿姨用到錢又好，啊，嘿，我哋店長厲害。阿姨，一轩啊，哦，走。下面好像差不多复原了哈。哎呀，感面就会好嘞。台北的感面啊，一定会轻顺利哦。阿姨，亏烦谁？我请你帮我试用枕头，害了你，也害了苏伯爸妹。娘会喏，你枕头啊，大家请欢喜啊。其实，
好像一直在欺骗自己。那时候我妈妈做了好多治疗，一直在昏迷。其实送她母亲节礼物也是多余，但是我跟自己打赌，只要我可以把种子种活，让花开出来，妈妈就一定会好转。后来花终于开了，妈妈却还是没有醒过来。就像现在，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哎，相信啊，娘妹啊，一定有看到你的花开啦。阿姨，罗安太姨，医生，怪歹势哦。今啊想也枕头啊，今日的团买无用过，可以退钱无？阿姨，了解。好，阿姨思想我来支持，不过阿姨无安尼钱来买。没问题。好，也了解阿姨。好。院长，拿手机。哎，小溪，那个明天记得退还阿朱阿姨3万块。为什么？她刚来退那个枕头。店长，你知道我多用心在这个 case 吗？阿朱阿姨有她的困难。你不在这5天，我跟小慧压力真的很大。我们很努力在做你教我们的，店长，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们。好人都给你当去了，然后呢，坏人都给我们当，然后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我们的立场想过，到底你觉得我应该继续卖吗？连你也说不出来，你真的很假。你讲不出话，要我干嘛？伊道歉。嘉敏啊，你今天又收到啊？阿黑道歉。我知道啦，你就先用看啦。前多年得该买呢，3万啦。3万一个枕头，这才什么？是在同诈骗集团共用嘛？系我自家外卖的啦，功能真好哦。你就先用看的啦，以后你听不中意哦。将开启左侧车门，停車了後，倒轉便可。呢條到正向。
先听阮吼，俺来国强的啦，阮个今日同提早个做生意。希望唔加好老公哦，啊店会愈来愈开愈太行咯。多谢你哦，多谢。俺来讲吧吼，俺认为俺人生啊，就安样过，就像一个无用的老人家，但是没想到，从俺认识医生后啊，佢也真愿意，也真有耐心听俺讲话。也对你的啊，讲的话比以前还够多。每日只有听医生啊，喊我日常爱字，我就感觉啊，我呀就有人关心嘛，还有感觉我有用，有医生批判我的日啊，我就感觉真开心。医生啊，大家人都是讲的，啊唔认都唔讲啊。多谢大家，亏快些，俺爱辞职了。啊，这么嗨哦！本来俺觉得产品没问题，用心做就有好数年，又可以帮助 Superman。看到大家俺欢喜，俺也真欢喜。但是 Superman 同样动作几家人，因为俺想。所以点算我留下来啊？俺3年来你都也俺自己，规快些，多谢大家的想象。找谁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于轩在吗？他上课去了，现在正在考试啊，你怎么还不去吗？快去啊，快去啊！我不是他同学，请问一下他去哪边上课啊？喂？
Hello，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我听你家人说你在上课啊？哦，没有啦，我爸年纪大了，有时候他只记得我国中时候的事情。你呢？都好吗？还 OK。我现在状况跟你一样，先回家看看，可能跟阿青与众隔阂。那怎么会在这里？对了，差点忘了。我听我妈说，你有跟她讲了一个有关于种子的故事，所以她要我把这个亲手拿给你，她自己做的种子项链。阿姨都好吗？还不错。她常常提起你，找个时间去看她嘛。这也是我妈妈要我拿给你的。我妈妈的树豆林今年有长出4色豆了，还要我告诉你，她仍然相信4色豆会带给人幸福。真的有4色。那你呢？你的树呢？列车到站后，将开启左侧车门，请强调右前阿妹，树会可以温度加冕哦。香依白矮太的树会还会体验哦。如果冇妈妈诶，敢会可以做树的妈妈呀？现在这棵树怎么样了？怎么动哦？动酱。你看，像细粒的，近视红脑都显显，撞到了红台。你看，一只。最好的，最香吼，佮有做雕吼，伫佮做着的。系啊，哎呦吼，推雕吼，竟然有好事哦。哎呦，你看，撞到个枪。哎，妈，小心小心。那木鸟钻到了，你钻到了。